以下落嚟有請明愛賽馬會赤柱青少年綜合服務督導主任陳偉良先生為我哋致謝詞。好，咁多位街坊午安啊！咁啊，首先多謝阿陳太啦，我哋本區區議員陳太啦，親自到嚟呢個活動啦。另外咧，其實咧，我哋好歡喜咧，就得到馬坑村屋邨管理委員會咁多位主席咧，幫手支持我哋可以舉辦呢個活動，包括阿趙成球主席啦、陳李美蓮主席啦、張廣年主席啦，當然仲有我哋明愛嘅神父花德章啦。同埋我哋嘅明愛諮詢委員會主席啦，阿朱茂華先生。其實咧，我諗我喺度同大家首先講一個恭賀説話啦，希望大家咧嚟緊呢個猴年咧能夠龍馬精神啦，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嘅。咁明愛咧，其實好感謝咧屋邨嘅諮詢委員會啦，同埋咁多嘅街坊咧，不嬲對我哋嘅支持咧，容讓咧，我哋可以一齊合辦一個嘉年華會。咁我哋今日嘅嘉年華會，大家記唔記得叫咩名？睇唔睇到叫咩名啊？就叫綠色繽紛嘉年華。咁我哋除咗一般嘅遊戲之外咧，都同咁多位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咧傾過咧。其實咧，我哋想一個赤柱區咧，不單係一個和諧嘅社區，更加希望咧大家能夠咧美化個赤柱嘅社區啦，尤其是我哋咁多嘅綠化嘅地方啦。咁希望我哋成個赤柱嘅馬坑村嘅居住環境能夠一個持續性嘅發展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再一次俾啲掌聲陳議員啦，同埋咁多位嘅主席咧，得到佢哋鼎力支持咧，其實我哋先有機會可以舉辦咁多嘅活動咧，讓咁多街坊咧可以好好享受赤柱一個咁好嘅環境㗎。咁我再次代表大家，代表明愛咧，多謝咁多位先嚇。咁喺度咧，再次恭祝大家咧就新年愉快，好唔好？多謝陳偉良先生嘅致謝詞。現在有請各嘉賓為我哋致送紀念品於表演單位同埋協辦單位。